来看高雄市伫去年是全台湾头一个县市通过丁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公告1.5公尺的范围内底有提供过路人行路的空间，地当摆搭。桃园道民代表建议讲，桃园市卖当比照办理。也毋过，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目前暂时无考虑开放。市场边仔真正看到丁仔卡违规摆搭的情形。桃园几个议员质疑执法的标准无明确，因讲百姓摆搭咧趁钱，趁的无济，嘛叫用检举取缔罚钱，毋知影爱卖偌济物件才有法度补会转来。因若乌多摆停伫丁仔卡，颠倒毋要犯法，呼吁市府大爱对高雄市溪流管理使用自治条例，有条件开放丁仔卡互摆搭。就为了生计啊，店面很贵啦，店面有的都混不下去了。都关门了。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游戏规则让大家纳管的话，那这个检举跟冲突大概会持续下去啦。议员建议，市府会当针对丁仔卡定出明确的管理规范，反而依法申请登记、立管地名册，伫合法的范围内做生意，会当减少租金甲范围的纠纷。不过强调讲，要优先考虑老人行的空间。针对这点，民众的看法是真无共款。我认为要净空，不要影响到就好。骑楼属于道路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供行人通行，这才是都市计划的原意。改善人行环境是目前全台均在努力的目标。市府评估目前桃园人行还有停车的空间无够的问题，暂时无考虑立法开放丁仔卡的范围做商业来使用，嘛持续系统性整合各局处的资源，来提升过路人的安全甲利便。记者综合报道。